朗发动无人机攻击，继续杜拜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座油槽转导火，致使杜拜航班大乱。一对白仔失联伫燕巢山坎找到人，老爸无开后生送病院附近有找到药罐仔，检方等来调查。日本樱花季正式展开，今年四国高地连续3档上早开花。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伊朗今日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发动无人机甲火箭攻击，这个日头是真猛。也中东战事以来，阿拉伯联合大公告是一直受到牵连。昨杜拜国际机场附近一座油槽是起火，无人机继续转导火，造成杜拜航班来大乱。大火为杜拜国际机场附近油槽扑出来，几点钟天光了后，高乌烟还阁一直冲出来，互这个中东上无用的空中交通中心阁一摆停落来。阿拉伯联合大公告的民用航空总署甲国防部拢证实高拄到伊朗的无人机攻击。中东局势愈来愈紧张，阿联总统甲副总统昨日接见来访问的约旦国防阿卜杜拉二世，都共同谴责伊朗对保安国家的攻击，阁强调阿拉伯国家无发动也无参加美国甲以色列甲伊朗之间的冲突。不过，伊朗攻击无停落17透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国大使馆，搁一摆遭到至少5架无人机甲火箭攻击。伊拉克方面安全人士表示，这是美国以色列开战以来上厉害一摆攻击。民众翕照画面已经看到，当地防空系统哪查个拍到至少1架无人机，不过也是有1架拍到美国大使馆横区内部，然后清除火势甲乌烟。面对伊朗愈来愈猛烈的攻击，当地民众是真烦恼。أنا متخوف أنه ستكون الحرب طويلة. طول أمد الحرب هو راح يأثر. فهناك أصبحت هناك استهدافات على الصعيد الأمني لمقرات عسكرية ومقرات تابعة للحشد الشعبي، والآن التخوفات من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خشية من عدم توفير الرواتب للأشهر القادمة بسبب عدم القدرة على تصدير. 伊朗副外长哈迪博扎德昨日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特别警告美国，三苏之后行唔通出动地面部队，按若无家己的限制困境。Look, even suggesting that a foreign country can put boots on the ground of another country, invade another country, occupy the land of another country, is something very much rogue, very reckless, illegal, and against all international law. 西方记者问到一直无出面的新任最高领导人穆吉塔巴的身体状况时阵，哈迪博扎德是讲伊正健康，而且咧掌权，是要释出政权稳定的信号。不过穆吉塔巴到即马又无出来外界传出，伊伫空袭内底受伤，人体普廷官舍之一接受治疗。不过伊朗方面完全无证实，莫斯科方面也无否认。公视新闻红图梅评论。中东战事继续拍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这个石油天然气运要出来，亚洲的能源是真瓦克，中东即马大声受冲击。尤其伫清关，百姓实在挡袂住，菲律宾就针对运输业落去贴油钱，也惊讲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存量用伤紧。即马斯里兰卡是宣布讲一礼拜休3天，也孟加拉因的大学是提早来放假。巴基斯坦因上课是改用网络伫咧线顶上课，也越南泰国因是伫咧厝内办公，就是看讲这个能源用较欠咧，敢会当挡较久咧。也国际能源宣布讲会提4亿桶的石油出来，先予亚洲，也3月底开始供应予欧洲甲美洲。也若讲阁有需要，会提愈侪石油出来。在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攻打伊朗的前一天，国际波兰德原油的价格是1桶72.01美金。但是伊朗在12宣布把荷姆兹海峡关起来，让全球差不多1/5的石油航运受到阻挡。这天的油价已经破100起伏，是超过4成。13万因为美国承认对伊朗主要石油出口设施附近的军事目标来发动攻击，造成油价来到每1桶是104.47块。虽然国际能源署早就在11宣布要放出4亿桶的
战备猪油来补欠的部分，而且这个数字是史上上大的规模，甚至是俄罗战争的期间放出来的2倍多。但是因为放的速度伤慢，含这个破口实在伤大，互原油的计数是无落颠倒起哩。第15，国际能源署一摆加强力量来公布讲，4亿桶战备猪油的市场投放顺序是先互亚洲市场，到3月底才开始供应互欧洲和美洲地区。另外，国际能源署嘛表明讲，可能会放出更较侪战备猪油，阻挡各国因为中东战事造成的成本。In terms of if you combine them, there will be still over 1.4 billion barrels remaining, which means we can do more later as and if needed. 中东战火扩大，造成全球燃料的价小大起。东南亚国家菲律宾有高达98%石油是对中东来的。到3月中，菲律宾燃料的库存暗算干那会当冻到4月。加上当地油价伫几礼拜以来已经分段调起，柴油的价小已经得要到达公升100倍数，差不多台票53块。后民众讲得要制作袂掉。菲律宾政府已经开始找替代方案，但是伫这进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是向几百个交通运输业的人员发放现金的补助。Ito talaga yung pinakamalaking presyo ng gasolina. Dati hindi naman ganyan. Inaabot ko mga 11 pesos, 12.50 ganyan. 另外，伊朗控制的荷姆兹海峡已经对进前全面封锁，到最近变较好，甲封锁的对象缩减到干那剩美国和以色列。14，一只挂印度的国旗，而且载9.27万吨的液化天然气的油轮，已经过荷姆兹海峡16的时阵到印度。消息一出来，互国际布兰特原油的价小落落来，来到达桶101.5亿美金，落后差不多3%。但这间航运业者嘛讲，顺伊朗的态度放较软，但国际保险公司普遍拒绝承保荷姆兹海峡的相关航线，就是讲无法度代表航运市场会当随回暖。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川普原本伫月底要去中国见习近平，今嘛恐惊会延期。川普证实讲因为伊朗战争佮咧拍，因为三军统帅伊爱留点伫咧华府，所以会面前几个月。美国总统川普伫北京的办公室甲记者讲，即马因为当咧战争，所以伊必须要留伫北京来掌握大局。虽然伊正期待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双方的关系嘛真好，毋过即马重点拢放伫咧对伊朗的战争。伊强调，即个延期无任何政治的计算，单纯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历史外交形成爱做调整。I'd love to, but because of the war, I want to be here. I have to be here. I feel. If the president's visit is postponed, it woul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hinese making a commitment to the Straits of Hormuz. 已经互全球的油价起4-5成，严重冲击着瓦靠进口能源的亚洲国家。毋过，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强调，延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川普认为战争的时阵无适合出国。虽然美国希望各国做伙来守护航道，毋过欧盟各国却无啥要插。欧盟表示，虽然希望加强红海的任务，毋过成员国对着扩大到荷堡珠海峡是无啥物意愿。若德国更加讲，因未参加任何的军事行动。No appetite in changing the mandate of the Operation Aspides for now. Was erwartet Donald Trump von einer, sagen wir mal, einer Handvoll oder 2 Handvoll europäischen Fregatten dort in der Straße von Hormuz zu leisten, was die machtvolle amerikanische Navy dort alleine nicht hinbekommen kann? 英国首相施凯尼是讲，当咧和盟友做伙设法，想一个有公信力，会当互荷堡珠海峡重新启动的计划。伊嘛讲，这战争若拖了愈久，问题就愈好解决。To limit their ability to rebuild their nuclear program, to pose a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and arm their proxy militias, and limit the threat that they can pose to international shipping. 因为伊朗放掉红色海峡，这个所在商船即马已经减少9%，即马大家无愿意甲美国斗相共，中美外交阁因为战事去延长着，国际能源市场的问题恐惊袂遮尔紧解决。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来讲，古巴昨是全国大停电，也这已经是14个月来第3摆。讲到古巴长期以来呢，就是受到美国制裁，因的石油封管制，本来拢是委内瑞拉伫咧援助，毋过即马委内瑞拉因的总统马杜罗伫咧今年1月初时阵是去互美国掠走。古巴欠石油这个状况是愈来愈歹，也美国总统川普搁要赢话，伊讲伊真有心会当来接管古巴。
因为无电，车路的车厢顶无法度运作，一个废白换钱的办公室关开。因为这间餐厅虽然有开，内底也有人客，却是暗面懵。Bueno, yo soy músico y realmente esto nos afecta bastante por la cuestión de que los trabajos y tal. 古巴十日因为电网继续断站，搁再发生全国大失电，大约1100万人无电通用。当局表示，全国电力系统完全断气，正在调查当中，并且讲电网断站的时，地旁的机组无歹去。古巴长期靠委内瑞拉供应石油，不过进前总统马杜罗和美国掠去了后，都无搁供应。古巴的总统对阿苏卡奈表示，已经3个月无石油送来古巴，目前靠太阳能、天然气甲火力发电厂在捧，有数万人的医疗手术防迫在延迟。顶礼拜53正式已经开始甲美国谈判，希望会当消透即卖危机。美国总统川普10日迄天佫讲，要摕到古巴。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oil, they have no nothing. I do believe I'll be having the honor of taking Cuba. Whether I free it, take it, I think I could do anything I want with it.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They're a very weakened nation. 古巴当局表示，大失电了后，全国各地煤电网当在启用。煤电网是一种甲太阳能兼能源的系统，也佫有能源管理控制系统整合。伫主电网断线的时，会当导入运作的科技。即马常常发生12点钟以上的全国性失电，煤电网优先提供病院、抽水站、甲食品冷库等等的设施维持运作。不过，古巴的煤电网刚开始发展，对一般的民生用电是无啥帮助。都市新闻吴文良编译。就是有人爱弄法律的空旁，虽然无15岁，免排刑事的责任，犯罪集团就利用这点招募青少年做歹代，甚至有的互叫其他人犯这动罪。虽然政府为着要阻止这代志，是着去司法改革刑事责任的年纪是对15岁降到13岁。这个意思就是讲，未来13岁、14岁若是犯动罪，就若是感化辅导。是爱掠去坐监，一个人关一间爱上课，要若做功课、要读球、要画图，拢爱有业警对咧。也这项政策是引发瑞典因社会的争议，讲也是囡仔得甲关是对成长造成伤害，搁再犯罪风险恐惊会增加。搁来改做无13岁免排刑事责任，那安尼犯罪集团是毋是会找愈少岁、愈细汉的囡仔来做法？瑞典为2010年甲打治安明显恶化，尤其帮派利用15岁以下刑事免责的老胖，透过体育馆这的社群媒体招募青少年作案的趋势愈来愈明显。警方调查发现，这囡仔互人诱拐去做爆炸、枪击甚至杀人的动罪。Hur tätt det är mellan de pågående konflikterna, hur många typer av jobb som läggs ut i de här medierna. Det skulle jag säga att det är intensiteten i det som har ökat. 除了少年犯年纪愈来愈少岁，女性嘛变帮派的招募对象。克洛卡斯19岁时阵，脚步踏叉变帮派魅毒的成员。以家己的经验点出犯罪集团请女性加青少年闪过诈欺的关键所在。Lättare för in kunder. Sen gick ju jag lite under radarn. Det var ingen som riktigt trodde att den här tjejen som gick där gick liksom med droger i BH:n. Jag gjorde sönder skorna och gjorde så jag kunde ha kokain. Det var liksom ingen som misstänkte mig. 为着打击犯罪，瑞典政府宣布重大改革，为7月1日开始，对会当判处4年以上加禁的重大罪行，加刑事责任的年纪为15岁降到13岁。这表示未来13加14岁少年，若是犯动罪，都毋能送去监护中心，是必须入狱服刑。瑞典政府当时嘛排定北京加监收容少年犯，伫斯德哥尔摩北边的罗瑟斯堡加监，当地进行局部的环境改造，互每一个少年犯带入去。本来是收容2个成年犯的3边家楼，家楼内底会有电视机，少年犯区域原来有教室，亲像监护中心的气氛。不过这项政策煞引起社会议论，烦恼会拍歹瑞典良好的人权形象，更较有可能互家家变作乌道禁忌的实习所，造成年纪更较细汉的青少年犯罪率的升悬。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看到高雄有一对白仔囝失联，警方伫咧燕巢山区找到人，毋过老爸是搬落山坎，已经无开。也后生呢是送病院急救。警方伫咧现场发现农药管仔甲爱困药啊，检方检验了后是甲后生来做比较，利用伊帮助别人行底路的嫌疑，向法院申请羁押来核准。那个要下面对那个没有绳索下去危险。15分点，高雄的警消人员伫燕巢山区四界走找，随便找到这对姓区的白仔囝，不过83岁老爸跋落边坡，救起来时阵人已经无喘气啊。后生嘛因为意识未清，唔知人送病院急救。警方表示，住伫中华查某囝进前甲2人讲电话，感觉怪怪，落尾联络不到人，就随报警。因为警方伫现场嘛找到农药管啊、甲爱困药啊，感觉案情无单纯，随报请检察官来上验厘清死因，也互规个案情出现大逆转。帮助他人使之自杀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实足认有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表示，这对姓区的白仔囝是台中人，来高雄税厝食头路，对税厝附近的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83岁老爸身体也真勇敢，店家表示，阿伯逐工下晡拢会行去附近的黄昏市啊买物件食。这阵仔无发现有各样，厝头家嘛讲，后生是做邮差的，白仔囝甲伊税厝2档，平常时斗阵啥拢真正常，厝税嘛拢照时间纳。爸爸年岁较有啊，你等于算算讲就拢平常时呢，儿子的。带着去上班晚上有当时拢会正常时间到5、6点啊回来。他们进出都从这边，所以几乎都会看到。从哪边啊？从隔壁的巷子啊？从这边啊，从他们后门就是从这边走进去啊。对对对。所以你几乎。然后他儿子的摩托车都停在那边啊。检警表示，随本后生清楚了后，讲因爸仔囝欠缴小才会想袂开，要做归行底路。不过个警方无完全相信，会进一步调查，看其是毋是有替老爸买保险，想要诈领保险金。现在检方也安排19要进行复验，确认死者真正死亡原因。记者柯家族张勇高雄场报道。疾管署今日公布新增加一个发烧兼肩血球减少综合症，这个个案是住伫咧北部，伊最近无出国，也感染的源头要过来调查。这款病症主要是牛逼落去胃边，疾管署就提醒民众去到户外爱包较密的。过3档外，国内阁新增加一个发烧伴肩血球减少综合症，简称是 SFTS。疾管署17公布一个个案，是北部70外岁本国籍的查某人，最近无出国的旅游史，本身有中风这慢性病史。今年2月底出现规身躯拢无力的症头，过2天去病院急诊看医生，因为发烧肩血球加这个症头住院，经过抽血检验是 SFTS 确定病例，好在治疗了已经好起来出院啊。这嘛是国内史上第3例 SFTS 的病例。除了发烧之外，它也有出现一些肠胃道的症状，包括这个恶心、呕吐跟腹泻的情形。那所幸在这个经过治疗之后，他的症状也逐渐的缓解，也退烧了。那后来再去这个追踪他的这个检验的结果，发现他的白血球跟血小板都有回升。伊个案是住伫高外，疾管署进前是会动地方的卫生单位，到个案的徛家做环境调查，而且采检，当中采到牛逼16只，但是牛逼的采验拢无病毒。感染源头的厘清，疾管署表示讲 ，SFTS 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是肠甲牛逼，若是有病毒的牛逼加着，按照差不多是1礼拜到2礼拜，感染者大多数拢是发烧，想要吐无想要食，肩血球加这症头，目前并无抗病毒的药会当治疗，就说患者有可能会出现多种器官衰竭，致死率会当到3成。我们会评估重度是国人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程度是比较低的。如果说是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就会把它列为中度。疾管署提醒讲，这牛逼国叫做北卡怪，主要是生产伫咧草丛、像哪这野外的环境。当年4月到10月是牛逼活动的季节，牛逼嘛有可能传播莱姆病和丘热这病。民众伫户外时阵应该做好个人的防护，包括穿浅色、长黄的衫裤，虽然含着鼻的蚊仔水等等，但是出现疑似感染的症头，应该随去看医生诊断和治疗，降低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世界棒球经典赛，有真侪台湾人是专工请假去到日本为咱台湾队来応援。桃园都有2个消防队员休困去到日本看棒球。也坐地下铁的时阵呢，看到一个查甫人昏昏去是随去倒山港救人，展现消防员的专业，也因见义勇为是真受到娱乐。
用练等的日语甲查无完对话，时间真宝贵，因为即马即个日本男性雄雄分气叫袂起。来自台湾的消防人员虽然人伫日本，依然发挥救人的精神。 门一打开，然后就突然有个东西这样碰，就这样倒进来。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识，就是怎么叫他，然后疼痛刺激都没有反应。有摸到，还有脉搏，我就是讲说还有呼吸，然后心脏没问题，感觉就是应该是酒喝太多。 地球场翕相留纪念，伊是张永维，伊伫汤市消防局龙潭分队食头路。代志发生的迄天，伊是休假去日本旅游，看 WBC 经典赛。比赛了后，坐地铁回去。伫新田站看到有日本人分去，马上协助甲人扛去月台，初步做生命现象的评估。伊会晓讲日语，也互后续的救护真顺利。因那加入这站救援的，也有伊的女伴，同款是消防人员的杨玉秀。 像平常一样，就是先确定他的有没有呼吸跟脉搏嘛。如果没有摸到的话，就是我们会直接施做 CPR 这样。急救没有分在哪个地方啊。然后如果看到有民众就是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本能就是会想要主动去帮忙。 两个人伫外地面对雄雄发生的状况，完全无丢毒，协助完成跨国救援。因真谦虚，讲就是本能的反应。即马经典赛拄煞过，毋那热情的台湾奥运团片东京巨蛋，两个人徛出来救人的行为，也得肯台湾消防人员的专业甲帮助人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的樱花季正式来展开，今年四国各地是连续3天上早来开花。 中部的基辅甲甲府樱花嘛是创下70多天来上早开的纪录，也东京甲名古屋，伊个讲这2天会陆续来开花。法国诺曼底的圣米歇尔山是一座徛伫咧海上的修道院，经过1000年的历史。不过修道院伊的结构其实已经咧后咧就惊讲会威胁到游客安全。法国启动100年修复的工程，要来恢复圣米歇尔山伊的风采。 透早，圣米歇尔山顶直升机来回运送营架。这座伫咧法国诺曼底圣马洛湾的海上小岛，是以山顶的中世纪修道院出名的。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捌经历过战争、火灾、甲100多吨的风雨侵蚀，不过当年吸引300万的游客秘境背后，所有一个严重的问题。Due to the erosion, the joints are gradually deteriorating, creating a crack in the stone and masonry that water can penetrate. 较长的这个已经无法度对外开放，因为花岗岩受到水分甲青地的影响，已经变质。那地面出现壁唇，较长内底壁嘛变做是青色。其实自1874年开始，法国政府甲这制定做历史遗迹了后，就展开100多吨的修复计划，了后嘛继续投入资金。像讲2021年，法国启动3档的修复，就是针对修道院壁面的石角，还有北墙海风的侵蚀问题进行整修。传讲1000多年前的8世纪。就是因为大天赛米歇尔对主教奥贝尔显灵启示，才会起伫遮。拄开始，敢若是岛上的小教堂，尾啊起做修道院，捌正做是中世纪3大雕像的圣地之一。This treadwheel resembles exactly the one used 1,000 years ago to lift the rocks that the boats brought to the bottom of the hill. The men would walk in the treadwheel, which would in turn push a trolley up the ramp. This old trolley here could carry up to 2 tons of stones. 迄时建筑用花岗岩，是为30公里外的小泽群岛，伫咧海中的时阵，用白底船运送过来。伫咧欠缺现代机械的古早，要起遮尔大间的建筑是足大的挑战。也若伫咧法国大革命的时期，这座圣山捌改造是干角，虽然有这段黑暗的历史，不过嘛，互这个建筑物保存落来。即马包括市长、神职人员在内，大概有30个人长期住伫咧遮，要维护这座受保护的古迹，挑战嘛真大。任何一块石头，也是色水改变，拢都要经过足复杂的审查。也若无停困的维修，虽然是这座圣山真沉重的负担，嘛是经过1000年以来人民对古迹永续的承诺。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